印度的，好诶好诶，印度的印度舞蹈。谢谢。让我们谢谢印度的登佐五月艺术研究中心，在今天晚上为我们带来属于当地国家相当具有特色、神秘色彩的舞马。再次的谢谢他们。是。好，继印度的登佐五月艺术研究中心神秘的舞蹈演出之后呢，继续我们再回到捷克的春日雅洛舞蹈团的现场。今天第二部分，他们为大家带来2首精彩的舞马，掌声欢迎第一部分他们所带来的《牧羊人》。